大電量先係王道，7款長氣手機推介。你係咪成日都機不離手，成日都要碌手機睇片呢？如果日日出門要睇片、打機、影相、睇社交平台，一部手機嘅電量夠唔夠用，隨時比跑分更加實際。今次我哋就精選咗多款嘅大電量手機，無論係旗艦機定還是係入門級嘅型號，共通點都係電池嘅容量達到6000 mAh 或者係以上。對於經常機不離手、怕手機半日就冇電嘅重度用戶嚟講，以下幾款大電量手機就值得留意啦。Honor 600標準版目前大鋪售價4299，就可以免費升級512GB版。佢主打橙色機身、AI 影像功能同埋長續航力。新機配備6.57寸 AMOLED 螢幕，峰值亮度達到8000 nits， 並且支援340 Hz 超高頻 PWM 調光，戶外使用同埋長時間睇片都更加舒適。硬件方面，手機採用 S7 Gen 4處理器，內置7000 mAh 青海湖電池，支援80W 有線快充，並且提供5年電池耐用保證。機身具備 IP68、IP69、IP69K 防塵防水，以及瑞士 SGS 5星抗摔認證。相機方面 ，Honor 600採用2億像素 AI 主相機，配備1:1.4寸大型感光元件，支援 CIPA 6.0專業級防震，並且加入 AI 圖片建立影片2.0、AI 修圖智能體同埋動態相片編輯，可以將相片生成短片，亦都可以消除路人或者係反光。再嚟睇下另一部手機 OPPO A6 Pro 5G。目前大鋪售價1999，係一部主打大電量同埋耐用性嘅 5G 手機，內置6500 mAh 大容量電池，配合80W嘅 SuperWork 快充。官方話60分鐘就可以插滿電，日常睇片、通話、打機都更安心。手機採用聯發科天璣6300晶片，提供8GB RAM 同埋256GB嘅儲存空間，並且配備6.57寸 AMOLED 螢幕，支援最高120Hz 更新率同埋1400 nits 嘅峰值亮度。戶外使用亦都有清晰嘅顯示效果。耐用度方面，A6 Pro 5G 具備 IP66、IP68 同埋 IP69防水防塵規格，並且有軍規級嘅抗震認證。機身厚度8mm，重量185g，兼顧手感同埋實用性。相機方面有5000萬像素主鏡頭同埋1600萬像素嘅自拍鏡頭。香港售價係1999，有恒星藍同埋珊瑚粉兩隻顏色選擇。下一部係小米 17T Pro， 目前售價係4999起，官方送耳機同埋95折嘅優惠券等等嘅贈品。佢採用6.83寸 AMOLED 螢幕，解析度係2772×1280，支援144Hz 嘅更新率、Dolby Vision 同埋3500 nits 嘅峰值亮度，並且導入咗小米 Vision Care 技術，通過德國萊茵4重護眼認證。效能方面，搭配聯發科天璣9500處理器，提供12GB LPDDR5X RAM， 並且有256GB、512GB、1TB 三種 UFS 4.1儲存容量可以選擇。機身採用微弧邊框同埋更高強度嘅鋁合金中框，推出黑色、深藍色、深紫色，支援 IP68防塵防水。電池容量係7000 mAh 大容量直碳電池。官方話單次插電最長可以達到1.88日使用時間，並且支援100W嘅 Hypercharge 極速快充、50W嘅無線快充同埋22.5W嘅有線反向插電。相機採用3鏡頭配置，包含5000萬像素1:1.3寸光影獵人950主鏡頭、5000萬像素徠卡 5X 潛望式長焦鏡頭，以及1200萬像素廣角鏡頭。前置相機係3200萬像素，拍攝功能支援5倍光學變焦，最高120倍 AI Ultra Zoom， 30cm 長焦微距，4K HDR10+ 60fps 錄影，4K 60fps log 錄影同埋 Leica Live Moment。再睇下另一部 Poco X8 Pro Max， 呢部手機目前大鋪售價256GB 2999，512GB 3299。佢採用6.83寸 1.5K AMOLED 螢幕，解析度係2772×1280，支援120Hz 嘅更新率，480Hz 觸控採樣率。Game Turbo 模式之下可以提升到2560Hz 即時觸控採樣率，峰值亮度達到3500 nits， 並且支援 Dolby Vision、HDR10+、12位原色芯同埋680億色顯示。效能方面，搭載聯發科天璣9500S 處理器，採用台積電第2代 3nm 製程，搭配 AMD Telos G925 GPU、12GB LPDDR5X RAM 同埋 UFS 4.1儲存。提供256GB 同埋512GB 兩種容量。機身內建 Poco 3D 環形冷泵散熱系統，同埋11000mm² 大面積石墨層，並且具備 IP68防塵防水。佢內建超大嘅8500 mAh 電池容量，並且支援100W 嘅極速快充。官方資料顯示，24分鐘就可以叉電去到50%。另外支援24
27W 嘅反向有線充電，電池採用高積碳含量材料，並且通過 TÜV-START 認證。相機配置包含5000萬像素光影獵人600 OIS 主鏡頭同埋8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前置相機係2000萬像素，並且支援最高 4K 60fps 錄影同埋960fps 慢動作錄製。軟件整合 Google Gemini 同埋小米 Hyper AI， 提供 AI 寫作、同步口譯、AI 搜尋等等嘅功能。再嚟睇下另一部 Redmi 15C， 如果既要大電又想要平價嘅選擇嘅話，相信呢部紅米 Redmi 15C 就非佢莫屬啦。雖然比起啱啱發售嘅時候加價200，但係大鋪目前售價1099嘅價格仍然好有競爭力。手機配備 MediaTek Helio G81 Ultra 八核心處理器，提供8GB RAM 同埋256GB 儲存空間，支援記憶體擴展至等效16GB RAM， 亦都可以用 Micro SD 卡擴充到最高1TB。螢幕方面採用6.9寸 HD Plus Dark Drop 大屏，支援最高120Hz 更新率同埋240Hz 觸控採樣率，並且有 TÜV Rheinland 護眼認證。續航係另外一個重點，內置6000 mAh 大電池，支援33W 有線快充。相機方面設有5000萬像素主鏡頭同埋800萬像素嘅自拍鏡頭，運行小米澎湃 OS2， 包裝內附33W 充電器同埋保護殼。再嚟睇下華為 Nova 15 Max。華為 Nova 15 Max 主打親民路線，目前售價係2288，喺官網買，目前仲送價值199嘅華為智能體脂磅，同埋價值499嘅華為 Care Plus 服務。佢配備咗6.84寸 OLED 螢幕，支援120Hz 更新率、300Hz 嘅觸控採樣率同埋4000 nits 嘅亮度。手機採用麒麟8000A 處理器，內置8GB 加256GB 配置，以及高達8500 mAh 嘅特大電池，並且支援40W 快充。拍攝方面，後置配備 1.9 光圈嘅5000萬像素主鏡頭，以及200萬像素超微光輔助鏡頭。前置係800萬像素，支援 AI Best Expression 功能優化人像表情。音效就採用對稱式立體聲箱喇叭，提供廣闊嘅音場體驗。最後睇埋 Samsung Galaxy A07 5G。Samsung 喺香港上市嘅手機型號最多內置5000 mAh 電池，更大容量就有 Galaxy A07 5G。目前只有水貨可以選擇，售價係999。佢主打入門嘅 5G 定位，提供黑、紫、綠3隻顏色選擇，機身支援 IP54 生活防潑水。佢搭載6.7寸 LCD 熒幕，具備 HD Plus 解析度同埋120Hz 更新率。熒幕表面採用 Gorilla Glass 5玻璃保護。效能方面，採用聯發科天璣6300處理器，內建4GB RAM 同埋128GB 嘅儲存空間，並且可以透過 Micro SD 記憶卡擴充最高2TB 容量。Samsung Galaxy A07 5G 內建6000 mAh 大容量固定式電池，並且支援25W 快充，適合重視長時間使用嘅入門用戶。相機採用雙鏡頭配置，包含5000萬像素嘅標準鏡頭同埋200萬像素嘅景深鏡頭。前置相機就係800萬像素。連線方面支援 WiFi 5、藍牙5.3同埋 5G 雙卡雙待，採用3選2卡槽，但係唔支援 eSIM 同埋 NFC。AI 功能部分內建 Gemini Live 同埋搜尋圈，並且提供6代作業系統更新同埋6年嘅安全性更新。唔知道邊一部機又啱你心水呢？記得喺討論區留言話俾我哋知喎。